报道。民进党逼出进前伫遐做事的党工，互人卡来手来。这媒体人周玉蔻就认为，迄当时的副秘书长林辉鹏拢无伫咧处理，要求伊着爱退选自控24年的立委选举。要若互指控性骚扰姓氏的这个导演呢，到今拢是无出面说明。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也无加做回应。不过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是回实咧，认为代志确实咧处理了无好势。民进党逼出对前党工性骚扰案处理不当，前妇女部主任现任副秘书长柯家点已经请辞。迄时阵的副秘书长林辉环虽然出伊出面回释咧，不过处理过程也是引起纳入电影批评，因为伊导导性骚扰案不利。资深媒体人周玉蔻甲那爷拢要求林辉环退选自控制所的立委。非凡应该要退选，因为他完完全全不是任当一位民代。我想解决问题的态度跟结果最重要，那我们就用最严肃的态度最严谨的程序来处理这次所谓性骚扰的问题。性骚扰案继续滚加，党内人士烦恼冲突选情。涉嫌性骚扰的姓氏的导演，到即马无出面说明，不过被逼出捌提出过民进党证。2021年为迄时阵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翕第期竞选广告，蔡文阁亲身出席婚礼。姓氏导演也担任过郑文灿桃园市长时期标案的评审委员，被质疑是立营异用的导演。之前速度太慢吗？你觉得你非法要退选吗？我想，任何人不管担任何种职务，那么违反性平的价值，那么性骚扰的事件，我想做错就是做错，事件的处理确实有不当的地方。民进党阁一摆强调，已经检讨通报机制。党工同事应直接向秘书长讲这事实，佮马上受理，佮继续办理全体党工的性平教育课程，也请特定政党拢爱自我检视性平机制，唔通继续恶意攻击，这对受害者拢是伤害。记者综合报道。